嗱，今集帶大家睇嘅是史埃瓦斯，佢咧係喺西沙綜合發展區裏面，成個發展區嘅規模都幾大㗎，佔地咧超過670萬平方尺。嗱，據地產網站資料所得啦，成個發展項目大概分為6期，而今次推出嘅係位於海影路8號嘅 1A2 期，總共有4座，提供781個單位，戶型咧就由1房至到3房都有。嗱，至於個關鍵日期咧就喺2025年嘅年底。嗱，西沙呢一帶咧一般咧係以村屋群為主，好少咧有咁大型嘅屋苑項目發展。嗱，既然呢個項目佔地範圍咁大啦，我咧就先喺呢度同大家宏觀咁分析一下呢一帶嘅整體地理位置先。嗱，如果以史埃瓦斯所在嘅發展地段嚟講，佢咧係屬於坐南向北為主噶。正南嗰邊咧係以馬鞍山作為背靠，而正向嘅北邊亦都係屬於立水器為主。除咗立到赤門嘅來去水水局之外，亦都同時立到船灣淡水湖呢一個大嘅聚水位。除此之外啦，地段嘅東南邊，亦即係易經宮位嘅巽宮呢一邊咧，就係立住企嶺下海嘅一個凹入嘅窩位，同樣都係做到一個咧聚水嘅位置。嗱，雖然以玄空飛星學下元九運嘅地運法則嚟講，西沙咧唔屬於香港版圖裏面正南嘅位置，但係呢一個發展地段嘅外局巒頭，亦都算係符合正南見山、正北同埋東南見水呢一個當旺嘅法則㗎。嗱，喺大廈單位嘅朝向方面咧，我咧就用咗發展商網上提供嘅單位分佈圖啦，再加埋我用羅間實地去勘測，嗱，得出咗咧以下嘅資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先講下第一座啦。嗱，呢一座嘅單位朝向主要有3個，我揀咗2個嘅朝向嘅單位嚟分析。以線道嚟講嘅話，以坐南向北嘅 H 同埋 J 單位喺風水上較為有利，屬於一個咧旺財嘅線道。而且正向嘅呢邊咧景觀都好開揚㗎，主要咧係以望住高爾夫球場啦，同埋赤門一邊嘅來去水位為主。嗱，加上第一座咧係位於其他嗰幾座嘅最前排。嗱，即使較低層嘅單位，立氣方面都比較好啲啊。同朝向嘅線道都算係配合，所以咧算係高分嘅坐向。嗱，至於相對較差嘅咧，就係以坐東向西一邊嘅 EFG 嘅單位啦。嗱，向呢邊主要係以望住高攀一邊為主，雖然景觀都算係開揚，但係由於咧線道唔算旺啊，加上巒頭同埋理氣都唔算配合，所以只係一般嘅啫。嗱，至於第2座嘅單位，主要朝向都係有3個。嗱，以線道嚟講嘅話，今次咧我認為以坐西向東嘅 A 至到 D 單位喺風水上咧較為有利，屬於一個咧較為旺財嘅線道。而且正向嘅呢邊主要咧係望住企嶺下海凹入嘅聚水窩位一帶，線道同外巒頭都算配合。不過向呢邊嘅單位始終都係以中高層以上發揮出嚟嘅效果會較為好啲。嗱，至於以坐南向北嘅 H 同埋 J 單位，雖然同頭先第一座嘅 H 同埋 J 單位一樣向北，但係礙於朝向嘅度數上有少少偏差，所以第2座向呢邊嘅2個單位氣運上咧都唔及第一座，起運嘅時間咧相對會較為慢一啲啦。嗱，到第3座啦，單位主要朝向都係有3個。嗱，以線道嚟講，嗱，今次我認為以坐西向東嘅 A 至到 D 單位喺風水上較為有利，屬於一個咧旺財嘅線道。而且正向嘅呢邊主要都係望住企嶺下海凹入嘅聚水窩位一帶，線道同外巒頭都算配合。嗱，不過啦，由於前排咧有1同埋第2座喺度，加上正向嘅呢邊部分嘅景觀咧都俾佢對面嘅其他期數嘅大廈遮擋同埋收窄咗個景觀，所以發揮出嚟嘅效果咧應該唔及第2座同樣向呢邊嘅單位啦。嗱，至於相對較差嘅朝向咧，我認為係以坐南向北接近向西北一邊嘅 H 同埋 J 單位。由於朝向線道唔太理想啦，所以即使外局巒頭景物較為開揚，都冇乜太大嘅幫助。呢個咧係自身朝向線道出現嘅問題。嗱，最後分析第5座啦，單位嘅主要朝向咧有4個。嗱，以線道嚟講嘅話，今次咧我認為以坐東南向西北嘅 H 同埋 J 單位喺風水上較為有利，屬於一個咧旺財嘅線道。正向嘅呢邊景觀好開揚噶，同樣都係望住高爾夫球場啦，同埋赤門一邊嘅來去水位為主。同朝向嘅線道都算配合，所以啦，算係高分嘅朝向。至於相對較差嘅咧，我認為咧就係以坐西向東嘅 A 至到 C 單位。由於朝向嘅線道唔太理想啊，加上主要嘅景觀咧受到對面期數嘅大廈遮擋住，巒頭同理氣都唔算配合，所以咧相對較為低分啦。嗱，呢個同樣都係自身朝向線道出現嘅問題。嗱，綜觀今次呢4座樓嘅坐向線道嚟講，大部分嘅單位朝向，我覺得咧都算係立得唔錯。加上成個項目嘅面積好大啊，發展密度又唔算太高，
所以咧各自單位同外局嘅景物，響將來咧佈局同埋設計上咧都相對較為容易，亦即係話咧響風水上嘅可造性更加高。所以咧我會俾一個中等嘅分數佢。如果大家想睇到我哋更多嘅風水命理、面相掌相同埋易經嘅節目，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噶。